我们要恭喜的是好运中的徐玉凯。好，有请教练及徐玉凯。好，我们这个赛奖项的颁奖人有请的是我们陈明甫议员来替我们颁奖。好，在教练的部分可以获得的是大型的远征带、教练棒以及打击手套。恭喜我们的洪世荣教练，也有请我们的议员。恭喜！啊，装备非常的齐全哦，主办单位也非常的用心。好，在 MVP 的部分呢，玉凯可以获得的是大型远征带、打击手套以及练习短裤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前方的摄影机。好，今天个人奖项所有获奖的球员也可以获得我们周思齐的签名球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陈明甫议员，谢谢，恭喜。接下来。